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USANA 嘅營養師 Yanny。而家特別多人都會注意補充維他命 C，因為知道佢對免疫健康有好處。咁今次要介紹嘅產品就係紫錐花維 C 600飲。咁佢嘅成分蘊含咗 USANA 專利高效維生素 C，另外有紫錐花、鋅同埋黑接骨木莓。咁佢有獨立包裝嘅，使用嘅時候非常之方便啦，特別適合你需要注重自己個免疫健康嘅時候去使用。譬如話你呢排成日捱夜啦，冇乜休息，又或者天氣轉變忽冷忽熱，都會特別容易令到你有唔舒服嘅情況。又或者你嗰排壓力大，好緊張，特別易攰嘅，都適合去使用翻個產品。咁而每一個細包裝呢，其實入邊有600毫克嘅維他命 C。咁600毫克嘅維他命 C 即係幾多呢？其實佢相等於50個蘋果啦，又或者8.6個橙，8.3個金奇異果，又或者9.4個青色嘅奇異果，又或者166粒黑加侖子。所以見得到，其實每一包嘅紫錐花維 C 600飲都有相當之豐富嘅維他命 C 嘅。咁而維生素 C 其實最好係同埋鋅一齊去攝取，咁因為兩者咧都係對於個免疫健康咧好有幫助嘅，包括佢哋其實可以有助於維持翻正常嘅白血球發育啦、生成同埋功能，而白血球其實係免疫細胞嘅一個部分。咁另外佢哋可以保護人體免受氧化壓力嘅損傷，同埋可以保持細胞嘅功能同埋完整性。咁另外維他命 C 同埋鋅咧，其實係可以幫助到維他命 E 個活性嘅。咁維他命 E 本身都係一個對於免疫健康啦，同埋抗氧化非常之好嘅一個維他命。而點解我哋要去多啲補充維他命 C 咧？除咗因為佢係水溶性，容易經尿液排走之外咧，其實都有好多因素會令到維他命 C 容易去消耗或者流失嘅。咁包括煙酒啦，又或者飲咖啡、飲茶、壓力啦、捱夜，又或者一啲藥物，甚至你過量嘅運動同埋成日出去食嘢，其實都會令到維他命 C 特別容易流失嘅。咁而紫錐花維 C 600飲，除咗話維他命 C 之外，其實就加入咗黑接骨木莓啦，30毫克。咁黑接骨木莓其實佢個抗氧化能力比藍莓咧係高3倍嘅，所以更加有助於去保護細胞健康同埋調節免疫反應。咁產品嘅其中一個主要成分就係紫錐花。咁紫錐花可能喺香港比較少聽到呢個名嘅，比較好多人可能唔認識呢個植物。咁但係其實紫錐花喺好耐以前已經被人類應用喺健康上嘅。咁紫錐花有一個名叫紫錐菊啦，佢原生於北美洲嘅。咁而家喺北美或者歐洲都會比較容易揾到。咁紫錐花其實印第安人咧會稱佢為生命之花嘅。喺傳統上，人哋會攞佢嚟做一啲防治各種嘅感染啦，咁被認為對於免疫健康啦，甚至一啲傷口損傷都係有幫助嘅。而印第安人咧，其實會用紫錐花嚟治療一啲俾可能昆蟲啊、蛇啊咬傷嘅呢啲嘅用途啦。咁而產品咧就蘊含100毫克嘅紫錐花精華啦。咁紫錐花當中含有一啲活性物質，係可以幫助免疫健康嘅，包括多糖體、糖蛋白、精油同埋一啲嘅黃酮類。咁短期嘅使用咧，係可以幫助我哋維護自己個免疫健康。好，咁或者去到呢個階段，你會問啦，紫錐花維 C 入邊又係有維他命 C， 而 Poly-C 礦物維生素 C 入邊又係有維他命 C。咁兩者其實有咩分別呢？咁其實 Poly-C 佢入邊嗰個嘅成分咧係有礦物性嘅抗壞血酸，咁你可以理解做佢係有維他命 C 同埋一啲礦物質，咁係容易被人體吸收嘅。
能夠維持高濃度嘅維他命 C 較為長嘅時間啦。咁另外入邊都加入咗生物類黃酮，咁呢個產品係適合你每一日都去使用嘅。咁而紫錐花維 C600飲咧就係採用咗 USANA 專利嘅高效維生素 C， 再加入紫錐花砷同埋黑節骨木莓精華。咁其實佢主要咧係幫助我哋快速咁去調節我哋嘅免疫系統，咁所以我哋就係有需要嘅時候先至用呢個產品嘅。咁我哋可以將一包嘅紫錐花維 C600飲加入120毫升嘅水啦，咁又或者直接倒入口都得嘅。咁記得留意翻，因為維他命 C 咧容易受高溫破壞嘅，咁所以我哋沖嘅時候就千祈唔好用熱水沖啦。咁所以兩者嘅分別就係礦物維生素 C 係我哋每一日去使用，幫助我哋補充維他命 C。咁而紫錐花維 C600飲咧係幫助我哋增強我哋嘅防禦力啦，係我哋放喺屋企看門口嘅好選擇。